Yo，大家好，歡迎大家返嚟導遊哥哥頻道。今日我睇到一條新聞，真係令我反思咗人生好耐。話說中國第一個正式宣布要喺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車嘅地方誕生咗，你哋估下係邊度呢？身為廣州人，我第一時間梗係覺得係廣東啦，汽車產業咁發達，再唔係就北京、上海、深圳啦，出名有錢，新能源車多到好似便利店咁。點知結果出爐，竟然係海南，冇錯啦，就係嗰個你放假去飲椰青、食椰子雞、睇陽光海灘嘅海南島。呢個消息真係夠晒爆，今日我就同大家用唔同角度，好好拆解下呢場海南限遊記。地理與氣候，電車嘅天堂，油車嘅終點站。專家話海南係最啱率先搞禁售燃油車嘅地方，點解呢？因為海南係一個島，你想將架車揸去邊，你極其量咪喺島入面兜圈，行車半徑完全喺可控範圍之內。喺內陸省份，你揸架電車想由廣州去北京，沿途要好似打機咁叉電站，驚到飆冷汗。喺海南，你踩盡油門呀，唔係踩盡電門，兜極都仲喺個島度，安全感爆棚啊！而且最緊要係乜？氣候呀！我哋知電動車最怕凍，一到北方冬天，舊電凍到縮水，續航力直接打折。但海南呢，一年四季都咁熱，舊電過得爽過我。對電動車嚟講，海南直情係人間天堂，舊電都長命幾年。經濟算盤，天下無免費嘅高速，但有超貴嘅汽油。好多人問海南人接受到咩？事實上，海南人一早已經用腳投票啦。最新數據顯示，海南嘅新能源車滲透率已經高達74.5%，全中國第一。點解海南人咁急住換電車？咪因為油價貴到飛起咯。海南有個好特別嘅政策，全省高速公路唔收過路費。哇，咁正！先唔好拍手住，天下便有免費午餐。政府將條高速公路嘅維修保養成本直接加咗入去成品油嘅售價度，每升汽油加收1蚊幾人頭稅，車輛通行附加費。所以喺海南揸汽油車嘅朋友，每次去油站加油，個心都好似割肉咁痛。依家政府話2030年禁售燃油車，海南人直情話唔使你禁，我一早已經頂唔順個油價，換咗電車啦。網民嘅憂慮，當科技遇上打風。不過網民嘅擔憂都好有道理。海南最出名除咗椰子，仲有乜？颱風呀！想像下，萬一遇到超級颱風，全島大停電，咁點算？你架平時好型、好智能、識得語音對話嘅定電嘅一瞬間，就會物理進化成一幾噸重嘅高科技人間高技告記幾噸除告地低告幾噸告幾噸告記。到時如果想緊急疏散逃難，油車司機就算停電，油缸有油，踩油就走得。電車司機望住個熒幕顯示剩餘電量3%，你連車窗都降唔落，只有喺車入面一齊吹天然風。所以網民就話啦，全面依賴新能源，一旦遇上天災停電，緊急出行能力真係要打個大問號。政策盲點，無人買油，邊個交收路費？最後一個維度，亦係最黑色幽默嘅地方，未來條高速公路點算？頭先講過，海南係靠收汽油附加費嚟維持高速公路運作嘅。咁好啦，去到2030年，全島冇人買新油車，全量油車又越嚟越少，咁邊個出錢維修條路呢？政府總唔能夠去叉電站同你講，老友，你叉呢度電，入面包含咗3嚿水嘅收路費啊！如果真係咁，電車嘅經濟優勢咪又冇咗？呢個羊毛出喺豬身上，但豬絕咗種嘅稅收難題，真係考驗政府嘅智慧。不過大家放心，政府都好人道嘅，文件寫明係禁售而唔係禁行。2030年之後，你原本架舊油車依然可以合法上路，照樣年檢。只不過到時你去加油，個油站可能已經變成古蹟旅遊景點，或者順便賣埋椰子雞。
海南今次率先衝出嚟做白老鼠，其實係幫全中國試水溫，到底呢條純電之路行唔行得通，定係到時會衍生出更多新玩法？我哋搬定張凳，一齊拭目以待啦！今次條片同大家睇到呢度先，睇完記得訂閱、留言，再見啦！